大家好，今日係2025年5月12日，歡迎嚟到英國時事10分鐘。依家一齊睇下英國剛啱有咩新聞。首先係獨立報網站嘅消息。第一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喺英格蘭嘅 Great Yarmouth 涉及俄羅斯間諜嘅大型行動曝光，涉案者被判監禁，總刑期達50年。第二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倫敦交通網絡因電力故障陷入混亂，多條地鐵線路停運，通勤者面臨交通高峰期嘅混亂局面。第三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英國反恐部門警告，俄羅斯間諜活動威脅日益複雜，利用犯罪集團進行滲透，揭示咗新嘅威脅趨勢。第四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喺英國，保加利亞間諜利用007式間諜工具喺 Great Yarmouth 嘅賓館進行監控，事件細節曝光。第五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英國工黨領袖施紀賢 Keir Starmer 喺北倫敦 North London 嘅寓所發生火警，反恐警察介入調查。第六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英國 SIM 卡詐騙案激增，專家警告 SIM卡詐騙帶嚟嘅身份盜竊會造成長遠影響。第七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李允晴 Effect Group 收緊海外護理工作者簽證政策，引發英國社會對護理系統崩潰嘅擔憂。第八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事實核查機構表示，網上準確資訊面臨威脅，呼籲政府同監管機構採取更多行動。第九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施紀賢 Keir Starmer 公布移民白皮書，承諾奪回邊境控制權，引起各界關注。第十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施紀賢 Keir Starmer 移民政策言論引發爭議，工黨議員擔憂係咪為法拉奇 Nigel Farage 鋪路。第十一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英國超市因涉嫌虐待豬隻事件，暫停與養豬場合作。事件曝光後，該肉類生產商股價暴跌。第十二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 ，CCTV 影片顯示，2023年8月喺一宗襲擊事件中，司機蓄意撞向 e-bike 騎士後不顧而去。第十三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英國能源公司因違反規定，每年向客戶支付2500萬英鎊賠償金。第十四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 ，St Helens 嘅一位老師承認喺上課前飲咗 Costa Cup of Wine， 被禁止喺課室任教2年。第十五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英倫海峽 English Channel 發生事故，多艘移民船試圖穿越，1人死亡，192人獲救。第十六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 ，Chris Peckham 抨擊特朗普政府承諾消除自閉症，強調自閉症人士並未有壞。第十七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倫敦 e-scooter 試驗擴展到覆蓋1/3嘅自治市，總共500萬次旅程。第十八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重塑英國計劃歐洲微鹿或將喺3000年後重返英國。第十九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5月銀行假期，英國嘅福利同退休金發放日期將會有所調整。第20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 Kent 警方就因為社交媒體貼文而逮捕前特警嘅事件道歉。第21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搜救團隊暫停咗喺紐西蘭 New Zealand 搜尋失蹤英籍遠足者嘅行動。第22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零售商指店鋪盜竊案中嘅長者大幅增加。第23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調查顯示搬屋係英國人一生中最有壓力嘅事，甚至高過生仔、見工。第24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施紀賢宣布新移民措施，收緊英國移民政策，包括要求申請公民嘅人須住滿10年同提升英語要求。第25則新聞，
獨立報報道 ，Aviva 同 HUK 研究唔夠一半提早退休人士對佢哋嘅退休儲蓄有信心。跟住到每日郵報網站嘅消息，第26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道，倫敦主要電網故障，令半個地鐵網絡受延誤，交通癱瘓，數十個車站關閉。第27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道，喺布里斯托 Bristol 半馬拉松比賽中猝死，28歲男子 John Deverell 逝世。第28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道，南港 Southport 襲擊案發生後，保守黨議員前妻因網上發表關於移民嘅言論，將面臨31個月嘅刑期。第29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道，伯明翰路司機 Abdirahman Ibrahim 因追撞電單車手致死，被判終身監禁。第30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道，英國夫婦喺西班牙 Spain 嘅法拉利期間失控衝落河中身亡。第31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道，工黨議員警告內閣部長，削減福利將會摧毀生活，議會內就福利削減問題產生爭議。第32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道，施紀賢利用脫歐口號，承諾結束英國依賴廉價外勞嘅背叛，但仍然唔會設限。第33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道，平克·弗洛伊德 Pink Floyd 傳奇人物大衛·吉爾摩 David Gilmour 嘅千萬海濱豪宅再次減價。第34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道，在普利茅斯 Plymouth 嘅母子涉嫌喺2021年策劃嘅硫酸襲擊案，造成受害者死亡，案件將喺明年5月開審。第35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道，倫敦建築工人因2018年磚頭掉落事件，導致一名母親死亡，被控過失殺人罪，案件將於6月16日喺西敏寺地方法院審理。第36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道，警方拍賣喺克里福德郡 Herefordshire 嘅拍賣會上，一輛被警方查獲嘅寶馬 X5，因歷史問題以低價成交，吸引有意購買二手車嘅買家。第37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道，英國海灘，今年夏天，英國多個海灘實施嚴格嘅禁令，違者可能被罰款1000英鎊，狗主出行前需留意相關規定。第38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道，施紀賢 Keir Starmer 宣布新移民政策，強調打擊非法勞工，改革方向包括限制居留權，並收緊對技能嘅要求。第39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道，69歲清潔工涉嫌喺2020年喺貝爾格萊維亞 Belgravia 嘅住所盜取約旦公主價值18.8萬英鎊珠寶，否認盜竊罪。第40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道，意大利那不勒斯 Naples 黑手黨猖獗，遊客面臨危險，暴力事件頻生，當地旅遊業正面臨挑戰。第41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道，前退休警員因喺社交媒體上發表思想犯罪嘅言論，被肯特郡 Kent 警方拘留，依家正準備起訴佢嘅前僱主。第42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道，喺紐西蘭 New Zealand 米爾福德峽灣 Milford Sound 附近登山失蹤嘅25歲英國登山客，搜救行動暫停。第43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道，喺利物浦 Leeds 奧特利路線上，一名男子因策劃仿效基督城 Christchurch 襲擊，開槍射擊2名女性後，用氣槍自殺身亡。第44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道，肯特郡 Kent 13歲男童因受吸入噴霧劑嘅社交媒體趨勢影響而死亡，家人發出警告，提醒大眾關注呢個趨勢嘅危險性。第45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道，西班牙 Benidorm 酒吧因掌摑 shot 飲酒遊戲引爭議，顧客遭掌摑。第46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道，英國富豪 Alan Lawrence 逝世，家族爭產，其 Maltese 伴侶面臨訴訟。第
第47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，哈里王子喺倫敦街頭敲錯門，被指孤單及質疑其安全憂慮。第48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，英國與利物浦黑幫勢力比較，刀槍犯罪與主要人物分析。第49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 Jeremy Clarkson 新助手捲入家庭糾紛。第50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 Lower Bidding 3星級酒店變難民收容所，引發居民不滿。第51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 Liam Payne 逝世後，其子 Bear 將繼承2400萬英鎊24英鎊 M 遺產，專家指可望增至4800萬英鎊48英鎊 M。第52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17年嚟首次現身，紅眼蟬喺多個州份肆虐，性愛狂潮或引發混亂。第53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 Sean Diddy Combs 性販運案開審 ，Cassie 將出庭作證，罪名包括性侵。第54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英國遊客 Baileys 醉酒襲擊伴侶及空服員，船長廣播警告，獲判緩刑。第55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特朗普 Donald Trump 宣布中美貿易協議，刺激股市飆升。第56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澳洲公司 Coco 以嬰兒配方奶粉出包，墨爾本 Melbourne 家庭指控令嬰兒營養不良，導致健康惡化。第57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特朗普 Donald Trump 啟程前往中東，展開第二任期首次重大外訪，但家人並未隨行。第58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倫敦基爾斯塔麥 Keir Starmer 價值200萬鎊嘅寓所發生火災，鄰居表示聽到巨響。第59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美國華盛頓州斯波坎斯堡 Ken 一間五金店遭罕見漩渦襲擊，店員目睹店內植物被摧毀。第60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美國紐約 New York 眾議員奧卡西奧科爾特斯 Alexandria Ocasio-Cortez 或競選美國總統，挑戰現任總統特朗普。第61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美國歌手卡西維諾拉 Cassie Ventura 嘅性侵指控成為 Diddy 案件核心。第62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亞州州長 Villa 涉嫌與毒販合照，或致美國簽證被撤銷。第63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特朗普 Donald Trump 為卡塔爾 Qatar 贈送嘅空軍1號辯護，批評反對者。第64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澳洲昆士蘭 Queensland 父喪三子，重返失火寓所，悲痛發聲。第65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特朗普 Donald Trump 批評 ABC 新聞為卡塔爾 Qatar 贈送嘅私人飛機辯護。跟住到鏡報網站嘅消息。第66則新聞，鏡報報道英國護士揭加沙醫院慘況，食物耗盡，居民向我乞求食物，時間唔多。第67則新聞，鏡報報道Dubai OnlyFans 無形而遭俄羅斯人虐待，脊椎骨折被棄路邊，真相待查。第68則新聞，鏡報報道巨型哈利波特 Harry Potter 霍格華茲烏龍現身倫敦，慶祝華納兄弟片場新展覽。第69則新聞，鏡報報道英國國會將展示殘忍狩獵戰利品展覽，籲請禁止進口狩獵戰利品。第70則新聞，鏡報報道英國護膚品公司推出眼霜，獲多個好評，依家享有8折優惠。第71則新聞，鏡報報道 G-Tech 無線吸塵機減價100磅，聲稱清潔效果勝過 Shark 和 Dyson。第72則新聞，鏡報報道希臘 Greece 伊薩卡島 Ifaka 被譽為浪漫度假勝地，
擁有迷人景點。第73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曼徹斯特 Manchester 一名女子喺巴士上餵奶，遭男子拍攝並出言不遜，警方介入調查。第74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英國 Herefordshire 被評為散步最佳城市，擁有優美景色。第75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英國夫婦放棄買樓，遠赴法國 France 買下整個村莊。第76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鏡報每日摘要：司紀賢 Keir Starmer 嘅移民政策，凱特王妃 Kate Middleton 嘅新影片等。第77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凱特王妃分享未曝光婚禮週年紀念片段，展示對威廉王子 Prince William 嘅愛意。第78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英國園藝專家廚餘咖啡渣有助玫瑰同繡球花盛開。第79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調查顯示，英國79%認為寵物係佢哋出門嘅主要動力。第80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哈里王子夫婦大執位 ，Meghan Markle 委任新幕僚長 Bill Gates 前員工加入。第81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英國新款便攜式 Philips 蒸汽燙斗方便旅行，仲有折扣優惠。第82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英國 Merseyside 嘅性侵案受害者公開經歷，希望鼓勵其他受害者發聲。第83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法國巴黎郊區11歲男童遭謀殺，兇手殘酷信件挑釁家人。第84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英國醫生分享5個你可能唔知但會致癌嘅壞習慣。第85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調查英國人每年花費90億鎊令家居香噴噴，半數人會因伴侶嘅異味而分手。第86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英國15磅面部防曬霜獲好評，受歡迎程度男女通殺，適合旅行。第87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單車友抱怨英國司機經常喺單車徑違例泊車。第88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調查1/4嘅英國人10年嚟都食緊同一款零食。第89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美國人試食英國中餐 Wording， 食客反應兩極，味道唔錯但食法錯。第90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Imperial Leather 嘅肥皂貼紙隱藏玄機，唔單止係品牌標誌，仲有助保持肥皂耐用。第91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專家建議喺炎熱天氣下，將89便士嘅青瓜放喺窗邊可以驅趕蒼蠅。第92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女子哭訴：我個名聽落似餐廳意粉菜式，醫生、老師都讀錯，好尷尬。第93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懷孕媽媽揭發老公同阿媽偷情22年，親生兄弟都係老公嘅骨肉，崩潰。第94則新聞。鏡報報導 Claudia Winkleman 嘅 BAFTAs 塑身褲，舒適時尚兼備，難怪唔肯脫。第95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一家人喺 B&B 發現似個仔嘅畫作，嚇到鎖房門。第96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倫敦 Brockwell Park 大型音樂節爭議，居民法律挑戰，質疑活動破壞生態環境。第97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鄰居之間嘅小事引發嘅紙條大戰，倫敦居民被捲入，哭笑不得。第98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用咗我嘅梯唔還。英國男子留字提醒鄰居，反遭 FU 回覆，怒斥。第99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英國海濱小鎮 Filly Butlins 撤離，豪華度假村取而代之，繁華褪色。第100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占星師羅素格蘭特 Russell Grant 預測，雙子座需留意工作，天秤座今日將充滿完成任務嘅動力。
以上內容只係新聞標題，如果大家有興趣睇返詳細報導，我已經將相關連結放咗喺影片描述欄，大家可以 click 入去了解更多。多謝大家收睇點聽點講頻道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